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背后也水里呢，是位在台中市的董事区，是全台湾的种高接里呢生产面积最大的地方哦。目前呢，营业带呢已经高铁了呢高接里的种接离峰的黄金期哈。但是满山水里的，你爱搭介一搭哈，你接离峰的比例呢，往年比起来只有6-7%，甚至都4、5上天。乜解原因呢？咁喺做田行下，冇唔錯，確實係甜食嘅問題，但是並唔係台灣做田行，係主要因為台灣嘅種嘅高接里離峰太低了，似日本。日本去年呢，一田時節強熱，冷天時節又強冷誒，使得嗰種日本嘅離峰啊，產生咧嗰種嘅氣唔好嘅情況，量唔拉，同時又速度偏，然後梨花枯病。呢種偏呢唔單止會影響水利，還會影響你嘅土麥豆甚至菜頭等等。故所呢冇辦法來引進台灣，使得台灣一下種高接里嘅農民呢，全台灣4500公頃所有種高接里嘅農民呢，都面臨呢離峰唔拉用嘅問題。到底呢個問題有經驗衝，因為嚟解決，解決時節還注意呢度相關嘅問題呢，係想等下來到山下復興宮，請農政單位嘅來賓並呢種里嘅農民呢，面對面嚟溝通，共同嚟想辦法，也強嘅關係。開會了！好，以下剛才來到呢個董事嘅復興宮哈，主要係供奉呢三太子嘅太子爺啦哈，提供呢安好嘅場地啊，感謝廟方哈，看到呢個里農哈，都台下都坐黏黏喎。其實呢個時節應該係記到天拜嘅種嘅接嘅離峰，都係接替嘅時節。唔過你下聽到里農吼，記到高鹽度嘅離峰吼，係蠻完全接替咯，因為呢種嘅離峰缺少嘅情況非常非常嚴重。故所呢，記到今邊嚟到呢現場，所以來呢個農政單位嘅官員吼，來面對面溝通，看有辦法嚇，採取下解決嘅方法嘛嚇，所以穩定嘅長久嚟經營下去嚇。我想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呢農委會農糧署作物生產組果蔬產業科的科長曾淑芬曾科長。各位鄉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差點歡迎收嘅天嘅來賓係農委會台中區改良廠作物改良科嘅科長蕭正宏蕭科長。各位農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第三個來賓係呢台中市董事區農會總幹事田世興田總幹事好。主持人各位農友大家好。好現場所有的里農大家好。好，因為有人從台中嘅后里來外部來，也有人從山東嘅和平梨山下來大家都非常嘅。受講經驗離峰唔拉嘅話，會影響佢哋你嘅高接里嘅產業發展哈。到底咧高接里講到一年嘅產出41萬多，全台灣總嘅面積差唔多4股1股喺度，你董事提起來了解下，董事並高接里嘅發展係樣板型，韓國高接里到台灣目前產業發展情況樣板型哈。再看到高接里有很多季節里佢喺老大溫咧，嚟溫帶嘅離峰嚟溫帶嘅離峰咧，做種到呢大海拍嘅黃山里當背所以呢一種技術咧，喺到1973年，即係民國62年嘅時間，有嗰陣時一隻莊永生先生所領軍嘅一隻研究班佢台中董事體系嘅一種里農嘅研究班，喺種嘅技術研發出來以後呢，傳播呢董事體系客家鄉親，嗰從董事咧慢慢天傳去全台灣台灣體系中高接里嘅地方有哪度呢？董事你講到係大概有1/4的生產面積都在我們的東勢，前邊呢都新竹嘅新埔橫山梨這個新竹的橫山梨就是這個大本營，所以但是新埔有在種。再來看到係苗栗嘅，像呢個大蘭，然後你董事接聽下嘛，所以大蘭苗栗嘅3灣都係很有名嘅水梨嘅產區像南片咧，像彰化嘉義，甚至宜蘭嘅三星東鄉甚至到呢個台東嘅比南所以看到咧，目前咧離峰進口嘅量，所以看到係差唔多有98000人公斤
然后去年空气比起来，只有82%的满足量而已。是讲青岛嘅农民佮利丰唔拉拢，主要係從日本進口較多啦吼。讓日本進口呢，你看上一期係11萬人多，今年讓8萬人吼。像中國嘅部分呢，上一期有11000人公斤，今年讓8000人公斤，聽聽吼。故說呢，主要係因為像日本嘅話係因為叫做有速度偏啦吼，所以確認這個染病的13640公斤這麼多哈，所以抽省那利豐唔拉中，其實呢到你台中嘅後里那地方哈，也係非常非常嚴重。而且你先談談新聞記者講條去了解下，都帶到你嘅後里地區也係有嚴重高接力，目前都咧後里地區利豐唔拉中情況有幾嚴重。今年新社迄邊吼，因為落大雪，對所以可能對這個方面吼，那影響足大個啦。台中後里農會指討員新鮮到個人關心里農接力嘅情況，因為了起該里豐供應無啦，農民當艱苦。像52歲嘅張新東，總嘅面積有2.2公頃，往年農行到搶3個工人聽收接力，今年只加來90隻，只有2.5成，很少。我們現在已經全部施肥下去，又沒有離穗可以接，只有1/4、1/4，也不知道怎麼耕作。後里地區總高接力嘅面積有200公頃左右，以是日本進口嘅里豐，了起因為當地天氣因素，落坡相對離樹，造成傷口受到偏害感染。根據防檢口嘅資料，了起日本進口嘅里豐有13000萬公斤切到平。到今年下旬為止，日本里豐進口數量只有將近9萬公斤，比去年嘅12萬公斤少了將近2成。到目前為止，所有嘅果農所定嘅，攏來無1/4咋。啊，時間已經漸漸要過這高接期啊啦，愈晚是愈歹照顧。啊，到即擺回報也無走路啦。哦，啊，這農民吼，親像頂底到遐，安尼也唔對，安尼也唔對。來到高接力嘅故鄉，同時也係主要產地嘅台中東市，也發生小里豐嘅情況。像接二季，去年11月下旬接天一病就無啦里豐，2月中下旬愛接天一病也係你無啦。做燒3股燒1股安尼啦，毋係做經驗個對頭對尾就總啊唔啦唔啲影響。你喺度看住特啥都看住乜嘅房，就接乜嘅房安尼啊。目前台灣高接里豐6項由離山地區供應，4項係以日本同中國，其中有以日本為主。日本地區因為天氣問題同病菌感染，造成里豐數量無啦。相關單位應該積極想辦法解決供應里豐嘅問題，本高接里農唔是當然弄愛少里豐咁就啦。其實咧，台灣差唔多4500公頃嘅種高接力嘅里源吼，有60%嘅里豐嘅來源係來自日本吼。咁日本去年嘅熱天時呢，有下熱吼，下高溫啊，雜嗰種里豐嘅時節，有落太雪吼，有嗰種影響冰雹啦，那個里豐都大塊的去，韓國有嗰種梨花枯病吼，是個那種細菌性的病的毒感染吼。不過我哋看到今年呢，整個日本離穗檢驗好確定染病的13640公斤這麼多哈，所以造成講日本的里豐呢是太嘅唔拉以外呢，又加上超偏呢又暗度哈，故說造成我們這個所有的里農呢都面臨缺穗的問題。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后里的推廣部的主任，就是說目前后里地區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是不是像農民講的，已經過了高階期了，可是只有1/4的量，真的嗎？后里地區進口離穗哈，大部分都是從這個日本新泻地區來啊。今年因為新泻地區哈提前下大雪啊，還有那個進口離穗的時候，在海關這邊檢出那個病菌，這部分的因素哈，導致后里地區哈離穗農友拿到的大約只有3成也左右啊，缺差不多7成左右的新興離穗啊。現今農友不足的離穗部分哦，大部分都從那個梨山那邊去取得離穗啊，嫁接。那梨山所提供的梨穗是什麼品種的？也是一樣有新興的，只是品質方面到後面來品質都比較不好。真的哦。還有那個是照顧不好吧？
那个品质上不好啊，后面会不会过还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啊。针对这个问题农民的那个基肥啦啊，整支成本都已经花下去了啊，现在后续的管理还是一个问题啊。今年确定收入方面一定会有影响啊，政府方面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列为农损啊，以专案补助啊，协助农民度过这个难关？这样。好，那主任，我想请教一下说，假设是1公顷的高阶梨园好了，那在整个接穗之前，它要投入的这个前期的成本，包括什么整地啊、施肥啊、修剪土长枝，大概要花掉多少的这个生产费？还没有嫁接之前至少也要10万块以上的。1公顷就要10万块。对，花费都要投入下去了。好，谢谢。那田总干事，东市中泰里有1200公顷，全台湾在1/4的产地都在东市。那东市情况会更严重吗？有没有更多乡亲跑来农会，然后叫讲，总干事梨枫啦，用个啥？日本来讲，行个因东市年轻恶的蔬菜啦，毕竟加品质加生命力做较强。不过我记得因刚开始日本来的梨枫来讲，20万年前嘛。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的试验，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才造就咱东市比国家里的繁荣咱东市农会的总共来讲，有6-7项种来自高阶梨当然嘛，日本来讲，全世界气候都无嘛正常，慢慢以前已经落雪，差不多11月底、10月就落雪，慢慢来讲，种就11月底可以落雪，落雪就做雪，根本无垂跳做雪嘛，所以讲，今年梨枫来种无问题，包括咱一个作业的时候，农民讲好比1000片来到，有的500片、600片、700片都不等，所以造成当多农民来讲的需求就无啦。总干事1片就会1箱，是不是？1箱10公斤，1片就是10公斤的梨枫是超完。那10公斤的梨枫要几多钱来买啊？像慢慢日本的梨枫来讲像农会卖10公斤15000块。15000块。应当系台湾讲真挺便宜的蔬菜。台湾讲真挺便宜。那现在日币跟台湾的汇率有落差，这个有卖更便宜一点吗？还是15000已经是这个半买半相送了？因为这个是属于卖方市场农会你的梨枫最主要是讲抑制我包的生意人的。单价，你像我包就会，像今年俺销梨枫，买到我睇到我就25000，10公斤25000，就是讲对农友的成本你加一度。所以农会服务乡亲是超好，所以这个价差在1万块左右。但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曾科长，就是说，事实上中国的梨穗以前有发生过有这个梨木虱的这个病虫害的问题那目前我们从像东市这边有专案从中国进口这个梨穗进来。这个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了吗？在检疫方面都没有问题了吗？目前我们从大陆进口的梨穗都要依照我们防检局有订定那个检疫的输出的条件的规定那我们的防检局的人员会在夏季的时候到大陆产地去进行产地的检疫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在实际采穗的冬天的期间也会在实际到现场去做检疫的工作。那前几年因为大陆那边在产地检疫的时候有发现有梨木虱控制的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我们都有跟大陆的这个进口单位以及大陆官方都有跟他们反映，那他们在去年也加强这个梨木虱的这个防治工作那所以后来进口的这个梨穗就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等于说，现在中国梨木虱这个疫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好，但是你实际有没有董事的详情是讲，其实这中国的梨枫各种嫁接的成功率大概只有2到3成而已那农改场这2到3成的这成功率可以再往上提升吗？不然这个日本又供应不够的话，那我们现在等于说中国是个替代的一个梨穗的供应地嘛？那这个嫁接成功率又这么低的时候，其实对农民来讲，成本还是一样维持在很高档要翻刀2次、3次，甚至因为每一次嫁接时间不一样，整个果园里面这个搭的
果子的这个熟成程度都不一样，要单颗单颗去一颗一颗的浇这个施肥或者是施药，其实很不方便哦。这个部分农改场看到问题怎么解决了？这边来讲哈，因为过去我们那个高阶里主要的那个离穗的来源还是以日本为主嘛。那近几年因为日本它有一些问题，慢慢的来源不足，那所以这个部分在东势农会的努力下，那其实有很想从中国去引进一些，比如南水啦、秋黄啦、黄金梨这一类的一个东西哈。那应该是最近应该是3年的事情吧哈。那我们陆续从中国引进，那我们遭遇到的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刚引进的时候，确实它的一个成活率是不好的。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2到3成这个部分嘛哈。那后来去年应该是前年哈。去年的时候，那东势农会跟我们有过去看，那也了解说，整个离穗主要是从山东那边过来。那因为山东那边天气比较冷嘛，那其实他们梨采收之后，其实那个梨树是放任的，不再去管理，那所以也衍生后来的梨木虱的一个问题。那后来经过去年的一个改进，其实梨木虱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少了。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水分的一个管理，因为山东它是比较那个大陆型的一个气候，比较干燥。那相对它的梨穗在发育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个干旱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们有透过那个水源的一个灌溉的解决哈，那也把梨穗整个品质提升的哈。那我相信今年各位如果接南水的啦哈，还是黄金的，应该情况有改善嘿。那刚才有农民表示已经到7成左右嘛，但后续还要再观察嘛。所以等于说我们已经有在中国的供应端这边去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跟这个技术，所以提供给我们的梨穗的品质就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成功率可能就比较高了哈。好，希望问一下先从董事的理农中理的泰国哈，这么该。最早高雄市的张荣生张先生，佢都董事的推广果汁梨时，用的是梨山的梨穗哦。保密，因为大家就好用日本的梨凤，当然日本的梨凤有乜好处哦，然后台湾梨凤有乜政策，那个泰国都会讲的，好了解泰国。做嘛主持人头先讲的，做嘛两个梨农，东西梨农做嘛后来用日本的新鲜，因为日本的新鲜啊，佢喺個都非常好。唔比得台灣，因台灣咧氣候咧唔好嘅時節，相對嘅迄個哩來去是差當多，所以恁梨農喺家己來用日本嘅梨鳳，就着果率哈，着果率，迄個率，你落嘅時節啦，就上下幾百個反多嘅問題，因為反多你就要工錢，要梨鳳就要錢，第二點是講，佢梨形太粒是有營嘛，有營是賣有錢啊。無奈是講，一年那個日本的新鮮啊，印到印少咧。我發咧，像今年有多平，我把市面上嘅店頭賣到，頭先咱總幹事講啊，賣到25000，唔係講有錢就賣就了，前來講擺3箱2箱啦。營養較差呢，是就在講啊，你採收嘅狀況，然後看對人哋都尼龍看，來用新品種咧，就過來配備個前。還有較好嘅新鮮品種啊！好，以上感謝太子啊。好，感謝您嘅產銷班班長來講，其實日本的新型着果率比較好，是講只要成功率它高，所以不用再翻刀2次3次，所以相對給它成本是降低下來。但是要反映下出問題的話，您嘅班長有講到，是講新型嘅品種呢，都日本已經進來進售，就等於說在日本的市場上面，新興的佔有率是逐年在下降，所以會不會使得說日本的新興的梨穗的這個品種的這個供應呢，也會逐年的下降？可是日本的新興品種是逐年的下降，可是台灣卻喜歡嫁接新興的梨穗，那這個部分我們蕭科長有沒有什麼樣的解決之道啊？那這個產業其實我們過去習慣是以新興，可是因為我們面臨的是日本他們在進步，所以你可以發現它的新興是越來越少的。那越少的原因在於說，其實他們主要的品種變成是杏水啦，這些比較豐水，這些品質比較好的。那新興這個部分其實它是以授粉樹為主，那佔的量其實非常非常的少啦。那所以我也是覺得說，剛好這一次有接穗缺乏，其實大家剛好也有機會去試很多的品種，我覺得是一個產業轉型很好的一個機會。科長，所謂的新興比較不好，杏水、豐水比較好，那個好跟不好的關鍵點是口感嗎？還是說？現在是品質的問題啦，那其實如果以生產來看，新興，我想在座很多農民，他一定會覺得說新興是最棒的，因為它有幾個特點。那第一個特點是說，它嫁接之後，就算遇到不好的天氣，
停住了之后，它还会继续生长。那很多风水这一类的话，它停了之后可能就完蛋了。好，那星星就没有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储藏性也算是很高的一个品种啦，哈，也是一个很高的品种。那所以它嫁接之后耐命。好，对，很耐命，对，那采了就耐放，采了就耐放，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产量又特别高，哦，单果又很大，所以我相信是这个特点是造成农民对它高度依赖的一个原因。会不会也是台湾的市场对新兴的接受度比较高？泰国，现时当然较好些啦。哈，目前台东入来的东西，像那个黄金，哦，还有那个小黄，那个口感绝对比去年较好啦。哦，就是讲你按将开始接的时节，将第3年啦。你慢的成功率慢慢提升的啦。你讲你成功率非常好，利润很大，卖有钱，我相信东西的农民，莫讲东西啊，像台湾省的农民大家蛮爱，系嘛？所以只要说中国改变的这着果率对提高的话，运动自己过去20岁的是无关系的啦，即菜期啦，个发包是无久到啊。是。你按样就慢慢提早求讲，应该到啉水吼，发包久好来，你几年接的成功率是差唔多。到目前望迄粒来讲啦，已经有7项的啦，做开发的啦。哦，开发的啦，吼。他只是讲。天气变迁状况，个是还问题啦。哦，暂时看起来有7项，等到2月份做人的时间，要反到第1摆、第3摆，还忙得低啦哈。是啦。好。那曾科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其实农民对新兴这个品种有它的热爱，是因为它耐命哈，又耐放哈，所以它等于说它有它的一个在整个经营成本上的考量。那其实新兴在日本其实已经慢慢的算是一个要淘汰品种。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试着去跟日本，就是说，你可以开放多一点更好品质的这个梨穗给我们呢？有跟日本去做这方面的接触跟联系吗？今年呢，其实会有新兴比较短缺的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因素也是有造成影响哈，因为在日本有一些梨园哈，它是在比较山区哈，然后如果下大雪的时候，它在采穗上也不方便。那为了要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哈，我们农委会也跟我们农会啊哈，也很积极的在努力啊哈，来开发不同品种的这个穗园哈，包括去年啊哈，我们东势农会啊，有我们农委会有那个驻日的代表处啊哈，也协助东势农会啊哈，到日本的这个长野县啊哈来接洽日本的蓝水梨哈，那目前还在等待那个对方农民的一个回应哈。那另外这一次我们冬天梨穗比较缺乏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有正式函文给我们驻日的代表处哈，去收集相关的一些品种的一个资料哈。那目前也有回报一些资料，那我们近期会来转给相关的进口单位啊哈，还有我们的产地农民团体哈，那来看看如果说大家有愿意去接洽日本的哪些品种哈，那我们可以借有一些合作的一个机制哈，来台湾去先做试种哈，或者是接洽他们的农友哈，看看是不是可以提供。那目前哈也有一些品种它是已经过了品种权的保护期限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做考量的地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田总干事，是讲其实。你董事从中国转按进口梨凤来台湾哈，像有3年了嘛哈。咁除咗你董事体系嘅梨农种以外，有供应到董事以外其他地方嘅乡亲来种冇？因中国台湾日来台西中下都按董事两国家哈，苗栗嘅大南嘛有小部分啦，我几乎看到北山中下都按董事两。好，所以北山还係都你董事啊哈，好，所以。有少部分本董事以外的地方的梨农种哈好，那现场有没有种中国的梨穗的中国梨凤的乡亲哈，来个泰国分享一下中国的梨凤照顾起来有关系，着果率哈跟结果哈，跟整体的这个评估一下，然后就讲一下好不好？我接中国梨凤是感谢俺总干事看农经单位啦，因为3年前开始进来，我是开始接的。
啊，去年接，前年开始接，前年是经营讲是两项啦，啊，去年接有改进了哈，有到5项到7项。哦，啊，今年接到了目前有开发南水较无好7项，啊，炒房同黄金了目前开有9项上来啦。安样是哦。哦。啊，所以了3种2种来讲，啊，因为品质总也真好啦。品质啊，真好。离房的取得嘛较方便啦。啊，伊讲那是倒，因那是有好接吧。哦。啊，泰州较乡伊人工多嘛，伊砌房方便啊，啊落实的机会较少嘛。啊，单价又较便宜，所以咧真多优势啦。哦，刚才问一下啦哈，1天10公斤啊哈哎，你本来要农费卖15000嘛哈哎，那中国人卖几多？8000。8000哦，它价差到一半哦。哎，对。啊，农政单位为了鼓励了新的品种哈，又补助农民买了太多的房啊，所以咧，以目前来讲，去年收的来讲，大概所有的客户啦，又买大概接受度都也真好。真好。啊，比以前接风水啦、新鲜啦，因为讲品质也较好。安样是呢？啊，咧目前发现的缺点就讲，家里房的稳定度哈，搁改进下咧。哦，就离水的品质稳定度还够已经是错。啊，其实甲向台商，佮嘛真配合的啦，嘛改进真多的啦。啊，连续接3年来讲，今年算目前看也真好啦。真好呀！好，感谢你去泰国哈。那问一下田总干事哈，我们你接中国的梨凤生产的梨，做在小转中国希望。哦，慢慢来讲，嗰只梨来讲，东西农费，台湾长生跟他两个蔬菜是在销。在中国大陆是东西农会并节农合作农场，所以做的小转移。基本讲没有这个限制啊，哦，他们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有这个品种权限，所以将日本的梨凤嘅泰梨做我们的小转移日本，但是将中国的梨凤嘅泰梨做小转移中国了。但是等于说对农民来讲是多了一个外销市场的管道是超。不过讲现实嘅问题啦，哈，毕竟那种国家嘅成本较贵啊，给种财产是。太掠个吼，根本唔是掠成本啦，所以因个成本家己无比啊。哦，好啦，好，啊像经营几只个梨嘅产业，还咧深度嗰种专业，还个真复杂种国际贸易啦，进出叫种种嘅种专业知识啦，好像你啊产业做行到健康，超过为40年的时间，当然係深度嘅农民并农政单位嘅配合并达标啦，啊像还有那个问题呢，你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